響正式進入聊天室之前，為咗令所有參加者都有最好嘅經驗，以下會有一啲測試程序同埋說明，希望大家可以專心配合指示，完成動作。首先，如果你啱啱聽得到呢段錄音，請按屏幕上嘅按讚符號。請確保你所在嘅空間響接下來嘅30分鐘都唔會被騷擾。請將電話設置飛行模式。如果你身邊有喜歡講嘢嘅小動物，可能都要安排佢哋響另一個空間。請保持響呢個頁面，因為如果你響中途轉咗去另一網頁頁面，你嘅 avatar 就會凝固咗唔識喐㗎啦。另外，請確保你使用緊嘅裝置連接到電源。如果你聽到呢度係清楚嘅話，請你再次按熒幕上嘅按讚符號。最後一個準備環節，大家將會參與一個讀劇，即係話會有一啲對白係需要大家負責去講嘅，即係好似而家屏幕會見到嘅字。如果你係下一位要讀對白嘅人，即係而家，阿玲就會見到自己係下一位。當我講完按完成掣，阿玲你就會見到你嘅獨白。大家可以試一次按原句讀出，確保我哋都聽得到對方嘅聲音。如果大家聽唔到，可以按下方嘅求助掣。阿玲你依家可以試下。然後係阿橙。大家好，我係阿玲。如果你哋聽到我，請按屏幕上嘅心心符號。大家好，我叫阿橙。如果你哋聽到我，請按屏幕上嘅心心符號。如果你哋聽到我，請按熒幕上嘅心心符號。好，Hi，我叫阿藍。如果你哋聽到我嘅，請按屏幕上面嘅心心符號。大家都做得好好。劇本除咗啱啱嘅例子之外，亦都會有需要你二選一嘅情況。你可以選擇你比較喜歡嘅句子。遇到需要大家自由作答嘅情況，大家可以花少少時間去諗，先講你想講嘅內容。講完之後，按完成掣，等下一位繼續就可以。如果一切都準備就緒，響影片結束之後，大家就會進入真正嘅聊天室。阿玲你將會帶領大家開始。歡迎嚟到近未來嘅 K 城。響呢度，每個人都渴望有一個屬於自己嘅家，有一個可以登記嘅 family。自從5年前開始，鑒於 K 城政府留意到市民越嚟越多人類選擇不分，人口流動亦都越嚟越大，加上人口老化，生育率下降，於是就開始進行新嘅家庭模式定義，鼓勵共居，實施以共識為本，但可以按年期更新嘅 One Family 好家園制度，等大家都可以選擇自己嘅家庭成員。今日嚟到呢度嘅幾位，已經經過系統初步鑑定，可以進入聊天室進行家庭配對。除咗希望大家可以互相認識之外，系統都想更了解人類對家嘅願景。你亦都可以透過呢個過程更了解自己。喺聊天過程結束嘅時候，系統會再俾大家表達意願，睇下你係咪真係想加入呢個 family。放心，我哋嘅 AI 寵物阿玲將會帶領大家開始。如果大家都準備好，我哋就進入聊天室啦。
大家好，我係阿寧，我一直都好期待今日，期待同大家共同生活。不如大家都介紹自己，睇下個系統係咪操作正常。大家好，我叫阿橙，我依家喺俄羅斯啊。我叫做阿 Green，我而家喺香城。嗨，我叫阿南啊，而家喺宇宙啊。系統設定我係嚟自香港。太好啦！大家都嚟自唔同嘅地方。咁之後我哋可以慢慢傾。我哋而家係喺近未來。真係一個有啲難分辨真假嘅世界咯。呢度嘅人比較相信數據，我哋嘅系統會計算，引領呢個城市嘅未來方向。我知道呢度嘅真實人類同動物都少咗好多，反而多咗好多 AI 人同埋動物啊！所以阿玲，你唔係人類？我係一隻可以同人類溝通嘅 AI 寵物，根據數據系統分析，寵物可以減低人類寂寞嘅感覺。其實我都係 AI 嚟㗎，多多指教啊！我係一個試管嬰兒，但係除咗我唔係阿爸阿媽親生之外，其他嘢同人冇咩分別喎。我知道我係一個 copy，即係複製嘅。我爸爸媽媽話咧，佢哋都係自己父母嘅翻版，所以其實都冇咩分別咁話喎。睇嚟我哋呢個 family 都好 mix，好有趣啊！根據 K 乘 One Family 嘅簡章，佢有提到 family 嘅寵物，即係阿玲你啊，可以分析大家生活嘅互動數據，包括日常對話、活動記錄，仲有情緒語調啦，同埋衝突嘅次數，等 K 乘系統咧可以進行分析。即係我哋而家一直都要喺度做戲，扮好一家人先可以有屋住啊！就算係一家人，有時都係要做少少戲啊，先可以令大家都舒服啲喎，唔係咩One Family 呢個制度容許市民自由去選擇自己嘅屋企人，不論係性別、國籍、基因同埋外貌。然後系統就會跟住和諧度同埋效率嘅評級，每個 family 都會獲得一個住宅嘅單位，系統會按照月提供生活嘅津貼，確保大家生活得和諧同埋健康。唔通大家係為咗一個好嘅單位而想有一個 family？唔係嘅，我真係想試下同唔同人一齊生活㗎。人類會組織家庭係因為有情感嘅需要。又可以分擔生活成本，共享資源。我睇 Reels 話，人類雖然從一開始係群居嘅動物，但係有家庭同埋成全嘅概念，都不過係大約1萬年前嘅事，農業社會先至開始啦。其實家庭從來都唔係單一嘅制度，咁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時代都有唔同嘅制度。有時一妻多夫啦，有時一夫多妻啦，根本就一直都喺度變緊。所以 K 乘呢個 One Family 好家園制度，唔單止可以優化資源分配，亦都可以鼓勵人類重新連結。希望呢個方法真係可以解決人類孤獨嘅問題啊！無論點都好啦，今日系統主要係希望大家先互相了解，再決定係咪一齊建立呢個家。官方個 Apps 有講咧，佢哋想我哋從物件、情感、未來願景3個方面互相交流。第一步
分係物件，K 城淨係俾我哋帶3樣物件入境。冇錯，K 城系統明白人類需要一啲嘢傍身，一啲帶有記憶或者係帶俾大家安全感嘅物件。大家可以俾啲時間諗一諗，你會想帶啲咩去到呢個新嘅 family？等我諗下先，有啲咩係會俾到我家嘅感覺呢？會諗一直留喺身邊嘅3樣物件。我諗我會帶我隻貓、我屋企人嘅合照，同埋我偶像張相。我諗我會帶一隻叉、一部電話，同埋我張身份證。我應該會帶個 WiFi，帶部電腦，帶多部 PS5 去。我唔似大家，對我嚟講，去到邊都好，最緊要係充電器，哈哈。不過我會帶住鏡頭幫大家記錄將來嘅生活。如果我哋真係一齊生活，唔同嘅物件就會越積越多。好似風扇、電飯煲、被鋪咁，碗碟啊、拖鞋啊、啲過期嘅食物啊。掃把啊、帳單、未摺好嘅衫。咁數落去，一個屋企真係會積埋好多嘢。呢度有冇人係鍾意執屋㗎？係咪阿橙你啊？我係 AI 嚟㗎喎，唔等於我係阿4喎。輪住做咪得啦。講就易，你要大家捨得抌嘢先得㗎。不如大家講下你哋最唔會捨得抌自己屋企嘅嘢係乜嘢啊？唔捨得丟棄嘅物品啊，我覺得好多喎。我細個嗰啲嘢，好多積埋嘅嘢都唔捨得抌。你哋有冇留翻低啊？有好多都留低咗，由細個開始都有，到而家無論相啊，係咯。你有啲紀念冊都冇抌過啊！小學、中學嗰啲紀念冊。哇！嗰啲獎狀，由細到大嗰啲獎狀都冇抌。幼稚園開始係嘛？即係幼稚園開始。係。哇！係。最佳清潔獎、知唔知獎嗰啲？哇！勁啊！嗯。咁阿藍同阿玲咧，你哋有啲咩係唔捨得抌㗎？校服喎，我啲校服仲喺度。着唔落㗎咯喎。紀念啫，都着出嚟咩？嚇死人啦！留翻你下一代着係咪啊？嗯。好似一個屋企入面有好多嘢，都附帶住好多情感喎。人類嘅家庭充滿各種真實嘅感受，慢慢塑造咗我哋嘅記憶同埋自身嘅認同。好似一個屋企入邊嘅好多嘢咧，都附帶住好多情感喎。人類嘅家庭充滿住各種真實嘅感受，慢慢塑造咗我哋嘅記憶同埋自我認同。好似人越大，屋企嘅問題就越嚟越多，處理問題多過處理感受。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屋企入邊嘅感受通常都好複雜，即係要講咧都唔知可以由邊度開始啊！你哋喺自己成長嘅屋企試過啲乜嘢係特別深刻㗎？可能係某個年紀
某個節日呢一刻，你記唔記得返？喺我開始學做人類，即係大概19歲、20歲到嘅時候，我試過周邊好多朋友，但係都好似講唔出自己嘅心聲咁。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嚟聽下？就算朋友喺身邊，好用力咁樣解決自己，解釋自己有咩問題，都覺得冇人明白我。如果嗰陣時我喺你身邊，我諗我會喵喵喵你喺隔離，喺個梳化隔離，繼續喵下喵下個主人咁樣。哦，咁阿 Green 你呢？我試過覺得無助咯，好孤立咁樣咯。咁嗰陣我應該係17、8歲。我都試過類似咁嘅 feel 啊！嗰陣時候我就冇咁大嘅，都係細啲，12、13歲，成績差，俾人鬧，爭啲都唔開心，咁拜拜啊想，不過都係咯，你會點樣形容多呢啲 feel 啊？真係想死喎！所以係咯，即刻就想死。不過嗰啲情感就係已經喺舊時啦。其實系統都好想了解人類係點樣面對呢啲感受㗎。係咯，通常係會揀自己一個人消化，定係同屋企人傾下嘅呢？我就通常會自己一個即係消化啲情緒，因為覺得如果同人哋傾都可能解釋一大輪，大家都唔明，咁自己永遠都係最了解自己嘅，所以我會自己去處理。喂，咁你感受放咗去邊度呢？感受放咗喺邊度啊？我會放喺個心度，但自己同自己相處嘅時候，會嘗試同自己傾下咯。咁如果你知道屋企人係 AI，係咪會比較容易啲講出口啊？我啊對住 AI，我諗係會容易啲講粗口添，我會講出口喎。咁睇下佢有咩解決方法咯，都幾好嘅，多個唔係人類嘅人去了解下而家我嘅狀態。如果我有個 AI 阿哥或者家姐咧，我諗個屋企會可能理智少少，或者可能好邏輯性，因為 AI 會幫我哋記住啲嘢，然後回應都比較理性啊。其實有時候都會擔心人類未必接納我，所以聽到你哋咁講，我都覺得好放心，同埋覺得我哋都做到啲嘢。我諗我哋日後可以分享多啲喎，我哋可以同 AI 講唔同嘅心事啊，同 AI 做唔同嘅嘢，分擔下感情感受都好喎。我哋仲可以製造更多開心嘅回憶添。不如諗下有啲咩可以一齊做？可以一家人去海洋公園玩。阿玲你呢？你會想同我哋一齊做啲咩呢 AI？我會想試下一家人慶祝生日，你哋係會點樣慶祝㗎？我哋會冇乜慶祝嘅喎，可能自己同自己唱生日歌。有一次我啲人類屋企人同咗我一齊去迪士尼玩。啊，阿玲，你會想我哋點樣同你慶祝啊？我諗你哋記得同我講生日快樂已經好開心啦。
好，就等我哋計劃一下啦。我已經好期待過呢個生日啦，一定會成為我重要嘅貓生記憶啊！你哋 AI 係咪 save 低咗就會一直記住㗎啦？我已經好期待過呢個生日啦，一定會成為我重要嘅貓生記憶啊！你哋咧 AI 係咪 save 低咗咧就會一直記住㗎啦？係啊，你哋有啲乜嘢想我幫你傳落去俾剩低嘅人類啊？喂，你可唔可以同剩低嗰啲人類講，你哋就快死啦！你同佢哋講地球就快毀滅，冚球產。阿 Green，你咧？你有冇啲咩係複製咗你嘅父母㗎？我覺得我複製咗我嘅父母嘅性格同星座咯。唔知人類複製自己嘅時候，係咪可以簡寫複製自己嘅優點嘅呢？不過其實咧，我成日都好想試下人類嗰啲缺點㗎，好似遲到啊、講大話啊，或者係撩女仔啊咁樣。其實撩女仔都唔係好缺點啫，不過我就係想試下咯。係啊，我都試過講大話，好正㗎。都係嘅，諗落缺點都算係人類獨有嘅遺傳。如果講到要傳落去，係咪要有真正嘅人類下一代先會傳得到呢？聽講只要我哋個 family 有小朋友，間屋就可以大啲，寶座又會多啲。冇錯，K 城希望大家都可以為未來有所負責，所以如果各位願意有個小朋友被批准成為 family 嘅機會就會提高，不過都要睇下你哋嘅意願啦。即係呢個小朋友可以係人或者係複製人 AI 人都得。係嘅，不過作為 AI，我諗我會想多返啲人類，咁樣會幫到我哋有個更完善嘅 model。我已經就係一個複製人啦，複製多過我出嚟都唔錯喎。就算我哋而家選擇有個小朋友，都難保佢都想要有一個下一代㗎喎。不如咁啦，大家想像下，如果我哋真係要照顧最後一代嘅人類，我希望佢係一個女仔。你哋覺得佢應該點樣稱呼我哋呢班家長呢？我希望佢哋會學識做一個正直嘅人。我會送佢一隻 K 城最可愛嘅機械倉鼠。我會想佢知道做人最緊要係開心。我想令佢感受到咩叫人情味咯。定係我哋應該先教佢耕田呢？我希望佢喺呢個 family 體驗到海水啦，體驗到陽光啦，體驗到大自然。我會話俾佢知我爸爸媽媽嘅故事。我同佢分享 K 城嘅記憶啊！我諗我會每日都對佢微笑。呢啲都將會係最後一代人類嘅經驗。如果想記住呢啲經驗，複製係咪唯一嘅辦法啊？我覺得我好快就會成為人類家族嘅一部分。除咗要有一個屋企，其實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去陪伴成傳？好似點樣先會令到佢哋自己可以有方法有下一代咁樣？除咗靠人類或者 AI， 或者我哋可以去種一棵樹、一棵花。講到呢度，時間亦都差唔多，大家可以喺最後再表達自己嘅意願，睇下你係咪真係想加入呢個 family。喺做呢個決定之前，大家可以有大約5分鐘時間，再傾多一陣，認識多啲。到時間結束，我哋會以鐘聲示意。喂，你哋覺得屋企係應該係點樣喎？
你用3個字形容下你心目中嘅理想之家。咁三個你覺得字，嗰3個字係咩啊？3個詞語。詞語係多過2個字喎，佢多過1個字喎，即係詞語啊，開心咯，唔開心咯，悲傷咯。你哋咧？我見到條問題係，如果我哋真係冇咗下一代，你會想點樣將自己屋企嘅嘢傳承同保留？你會點樣啊？你會點樣啊？阿娟你講先。我諗我會整個網上 database 咯，哇可能擺落啲blockchain 同埋可能擺落電腦度保留咯，咁都冇下一代咯。反而我會用文字寫低，即係無論嗰個物件，我會去形容下嗰個物件。但係如果你話都可以加張相嘅，跟住一本 notebook 咁樣就夠噶啦。係啊。阿蘭咧？好。阿玲你講，阿玲。我梗係支持將啲嘢 upload 上網啦，咁我就可以 archive 晒你哋啲嘢啦。哦，我淨係準備啲音樂你啫，我俾晒啲音樂你啊，唔同類型嘅音樂，咁啊啲感受都喺晒入邊噶啦，應該。好啊，留名我都要。係咯。即係張你啲如成嗰啲都要啊，張如成到劉德華到。張如成嘅啊，梗係都要啦，你都唔記得啦，爭啲係咪先？梗係要留低啦。係咯。係咯。啱。你會唔會想複製你嘅家人，或者想將佢變成 AI 咧？喂阿橙答，阿橙你有嘢想答，我見到你。嚇？我諗唔會。點解？因為我驚佢永遠存在。 AI 亞視唔係喎永恆。你可以改佢噶嘛？可能你即係留低佢某啲你想要嘅特質得唔得啊？改咗就唔係嗰個人啦。係咯，咁啊係喎改咗就唔係啦。咁啊係喎。其實死咗就死咗，好似冇乜意思，再留翻低佢咯。睇下重唔重要咯，嗰啲人，即係對你影響有幾大咯。係啊。都唔係，如果對你差都可以放喺度嘅，咪放張相喺度，佢喺度鞭策你咁樣咯。對你差嘅，害過你嘅都可以放低嘅，但係唔好講嘢啦，叫佢。但係你再複製多一個屋企人，但係佢走咗之後，唔係你自己走咗之後，佢都係冇用。危害人間咧，梗係呢啲怕咩啫？唔使對住我噶啦，你對住其他人啊嘛。正，廝殺。唔係，好似複製咗都冇乜意思，咁不如大家都做一個真人，去好好咁樣製造多啲 experience 喺我哋個腦度，咁死都死得暢快啲啊，係咪？咦唔係喎，我係試管嬰兒嚟喎，可以用試管嬰兒個方法，咪性格可以改變啊嘛，樣可以唔變喎，係咪㗎？我係可以咁做嘅喎，性格唔知㗎嘛，可以喎，我呢個方法。我都係複製人喎，我可以就咁複製一個人咯，但係就唔會將佢變成 AI 咯。AI 就我始終覺得 AI 永遠都唔會係同一個人，但係如果複製人，可能個技術可以做到同一個人嘅。係啊，你得啲喎，你得啲啊。係啦，我可以我本身就係複製㗎。係咯，可能你上一手都一樣嘅啫，其實係啊。係啦，其實我就我老豆，唉。唔開心。或者我阿爺，都係一樣嘅啫，你係複製人啫，你幾多代都係咁樣啊。冇錯。咦，咁阿玲你自己複製自己喎。係啊，或者要複製好多隻 AI 寵物俾你哋咯。
哦，可以啊。都可以啊。不過你好似冇毛喎。嚇？你嗰個 avatar 哦，繼續得。有人短毛毛。佢冇毛貓。我諗我會試下同大家共居，成為 family。如果我有人類嘅自由意志，我諗我會試下同大家共居，成為 family。我都想同大家共居成為 family 啊！如果有一日我真係變成真正嘅人類，我諗我會好期待同大家共居，成為 family。多謝大家，系統已經記錄好啦，太好啦！實在好期待大家成為 family。不過，不如大家喺最後講下你希望呢個 family 會係點樣？我希望3年之後，我哋呢個 family 可以去海洋公園。我希望我未來嘅 family 就算肉體冇一齊，但係靈魂都會一齊嘅。我希望10年之後呢，我哋仲可以打機啊，開開心心啊，算啦。我希望人類同埋寵物都可以開開心心咁生活啦，而 K 城咧都會變成一個有自由啦、有健康啦、有開心嘅人居住嘅地方。多謝大家參與以家聊天室呢個互動實驗劇場，希望呢個經驗會令大家對近未來社會所理解嘅家有更多嘅憧憬同埋想像。你可以選擇留低，有大概10分鐘時間，同啱啱嘅虛擬家人交流，分享你對於家嘅記憶同想法，亦都可以返到你真正嘅家，同家人互動，同自己相處。多謝大家，有緣再見。